基隆市一个5个月大的查某婴委托予政府合法管道的义母来照顾，想袂到这短短15天，这查某婴就脑出血。医师诊断的结果，讲囡仔是受到真激烈的药害，家属怀疑是义母虐待。哎呀，好棒啊！目睭圆滚滚，伫咧冰床顶真高滚亮，爸母记录心肝宝贝，果水满香。查某婴头壳包好带，嘴个插讲，明明才5个月大，先怎受到这种折磨？互家属是真对心肝。保姆跟我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妹妹刚开始就是不喝奶，一直在哭闹，然后他安抚她。然后安抚不知道怎么安抚，就是他突然全身软掉这样子。爸母指控8月7日想请林母照顾查某婴，13号林母讲查某婴翻身的时阵弄到眠床，互倒病的病红公公。19号透早7点半才送去到林母因兜，才8、9点就接到电话，讲查某婴规身躯软烧烧，虽然急救过，不过已经无意识。去照脑波才知道说他出血，然后那时候就情况就很严重，然后脑压、脑出血很高。妈妈摕相片出来，实在是真刺心，因为医生诊断查某婴脑部欠酸素，做脑部短暂扫描，正面脑部2个所在出血，身躯无外伤，怀疑真有可能是大力伫咧甲伊害才安尼，未来恐惊变做是目前。在家里好好的，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子？我们就是知道为什么他变成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是希望要知道他那个怎么发生的？我们没有说保姆是恶意的，可是我们只是需要说他缘由是怎么来的。非政府合法的管道找林母所发生违法的代志，加上嘛只可要看监视器，当所改讲无查记录卡，刚来当看这些影像，认为真无合理。市府除了责成相关的单位全力协助孩子的救治之外，也依规进行通报。本来已经有检察官来介入调查。林母无回应，大组织做完毕了，敢若就转去旧厝，即摆也无法度确认敢无共苦毒。不过病院已经通报检警介入调查，希望当赶紧厘清真相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